68岁的罗平岩从小就爱看舞龙舞狮，对制龙技术十分着迷。16岁已经练就好手艺，回来自己绑，一直绑到有行一个龙的时候，后来我才主持一个舞龙队。退休后全心投入竹编龙的艺术，常为地方制作降龙。由于贵竹质地轻、韧性好，要弯要折都容易，是制作竹编龙的好材料。竹子剖开，削成大量竹片，要将竹片剖成粗细一致，靠的是经验累积的真功夫。这个竹子拿出来，厚薄你要知道，你要看哪个薄你要厚，你用这个刀子去控制到这个竹子，厚竹子要小心，这很危险，压都猛下，压都猛下。竹片经过火烤，形塑成所需的弯度，再以铁丝固定，分别做成龙头、龙身和龙尾。烫好了，你才可以弯度。这弯度好了，你会这个水，你积下水下去。所有构图都在罗平岩的脑海里，除了耗时费工，更需要好记忆，才能做出栩栩如生的竹编龙。直接绑起来是鳞片嘛，你多一点是一样出来嘛。像这个龙的鳞片就是这个鳞片嘛。罗平岩以细腻的技术打造手工竹编龙，重现在地的儿时记忆，也让百年客家文化不因时代变迁而被遗忘。上课喽！亚董女跳，亚董女跳，亚董女跳。